日本嘅動畫我諗大家都睇得多啦，但係要講到香港自家製動畫呢，我諗對上一套我數得出嘅，我諗都係《風雲》同埋《麥兜菠蘿油王子》啦。葉風，你變身麒麟魔之後，要用你嘅冰心訣散魔回神。玉蓮，當你睇到呢封信嘅時候，我竟然離開一嚿嚿浮，一個原本就唔屬於我嘅地方。關於我嘅身世，你睇完台面嗰本《菠蘿油王子》，你自然會明白㗎。仲有梗係唔少得10本好書入邊嘅大偵探福爾摩斯逃獄大追捕啦。行俠仗義，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嘅嘢，你點會明啊？而今日同大家睇嘅就係我哋香港自家製嘅動畫《世外》。喂，攬定你哋嘅零食，斟定你哋嘅汽水，準備好未？我哋又一齊睇戲啦！歡迎你哋翻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，又係我唔係姓陳，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！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，喂，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！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任性嘅，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中意嘅電影，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，例如香港、台灣、日本、韓國等等嘅電影，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。喂，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，不如嗱聲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 subscribe， 記得響埋個鐘仔，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。更加唔介意嘅話，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！如果咁唔好彩，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，撳翻上一頁離開得噶啦，唔使屌噶。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，你隨便屌啦，唔怕你係 hater， 最怕你係一個鳩 upper 啫。嗱，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，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。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，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，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，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噶啦。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。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，好，事不宜遲啦，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。動畫《世外》係個又殘酷但係又動人嘅奇幻故事，取材自日本作家西條內嘉嘅小說《千年鬼》。鬼之牙同人鬼嘅概念都嚟自小說，不過編劇兼監製楊寶文同埋導演吳啟中就唔係直接將小說變成動畫，而係全新詮釋咗小鬼同埋小妹嘅千年約定。《世外》嘅故事係講述小鬼係喺世外守護亡靈嘅靈手，當亡魂願意放低人世執着，靈手就會帶領佢哋前往離山，忘記前世嘅記憶，穿越瀑布輪迴轉世。但係人皆有心結，動畫以紅繩上面嘅結代表世人未解嘅心結，累積落嚟就變成鬼之牙纏繞人心。怒火同埋仇恨會令鬼之牙爆發，令人長出鬼角，變成殘暴可怕嘅人鬼，再也唔可以投胎。你冇辦法阻止人類嘅仇恨，鬼之牙生咗出嚟之後就翻唔到轉頭噶啦。只要小妹另一隻鬼角都生埋出嚟，就連世外都會受到威脅。我相信佢。小鬼有別於其他靈手嘅地方，係佢決意踏上跨越時空界限嘅歷險，尋找尚未長出鬼角嘅人，包括被詛咒嘅古蘭公主，打算帶領農民起義嘅姜山，以及童工小英，助佢哋解開心結，摘除鬼之牙。而且嘈住要揾失散弟弟嘅小妹，都係小鬼嘅拯救對象。請問下呢，你有冇見過一個咁高度嘅小朋友啊？我同我細佬失散咗啊！你可唔可以幫我揾下？世外透過小鬼穿梭於幾個人類，古蘭公主、姜山同埋小英嚟講述佢點樣幫助呢啲人解開心結、摘除鬼之牙。故事嘅起初的確係有啲亂嘅，我自己覺得，因為古蘭公主、姜山嘅故事不停咁樣穿插，突然又有個出現喺世外嘅小妹，幾個人物似乎並唔相干，但去到中段就會發現原來呢啲人物係有住強烈嘅關係。呢1000年，無論你去到邊度，我都會揾到你。我應承你，我一定會揾到你。透過小鬼呢個人物同眾人嘅相處，亦都明白點解呢班人會有鬼之牙，點解執着，點解放唔低仇恨。另外呢，世外喺上映嘅時候呢，就惹嚟好多嘅批評，大部分嘅人都係認為配音嘅演員表現好唔合格。
但係電影有鐘雪、有彤彤、有張繼聰、謝安琪、柯偉林、太妹等等嘅藝人同演員配音。而睇過電影之後，我自己就覺得配音嘅人選都非常之合適。首先我自己最中意嘅就係酷得嚟，但又有啲風趣嘅斬妖戰士黑天，由經驗十足嘅張繼聰聲演，佢唔單止令到角色非常之生動，更加添咗好多嘅幽默感。我都講過㗎啦，呢度唔止一隻人鬼㗎。非常時期，你講嘢快翻少少得唔得啊？試下講重點啦，我要點先可以救翻你出嚟啊！佢為沉重嘅故事添上咗趣味。而另外一個自己覺得非常之適合嘅角色，就係電影入邊最高力量嘅神女，由聲線溫柔同埋富有情感嘅謝安琪聲演，令到我哋感受得到呢一個有智慧嘅聲係喺佢把聲度呈現咗出嚟。小鬼，你都聽到大地之母講嘅嘢啦。佢講嘢都唔會有一個，佢完全將神女呢個角色演活咗。而戲中最重要嘅一個角色小鬼，就由鐘雪聲演。睇過之後就覺得佢嘅演繹非常之傳神，令到觀眾投入去到故事之中。我自己覺得更高難度嘅係，因為小鬼全程係戴住面具，根本冇表情可以參考到。但係鐘雪就將小鬼聲演得非常之生動，令到觀眾眼前一亮。小妹穿過咗瀑布，就係下一世。幻想小鬼嘅時候，其實佢係一把細路仔聲嚟。當然啦，電影都有一啲可以改善嘅地方，例如太妹。我自己就覺得佢並未承擔到古蘭公主呢個角色，有唔少嘅時候咧，尤其係公主有憎恨、憤怒嘅時候咧，就有聲畫唔配嘅出戲感覺。幫手啊！幫手啊！你全部同我退下。咁所以佢而偶爾都有啲角色出現啲懶音嘅情況，都唔係好理想。但係對比起之前嘅強烈批評，我自己咧就持相反嘅意見，因為整體而言，雖然唔可以話最高嘅水準，但係我自己覺得係合格可言嘅。世外嘅故事結構非常之宏大，而且中段會有揭開秘密嘅設定，但係因為初段嘅跳躍會有啲亂章嘅感覺，尤其係古蘭公主一段，有啲交代比較急促。但去到中段，當小妹嘅秘密揭開嘅時候，所有支線集合翻埋一齊，就一切漸入佳境。原來小妹同小鬼嘅故事先係主線，其他都係因為由佢哋而生嘅分支。世外雖然故事結構人物都非常之多，但係佢最主要都係講及友情同埋放低恨意，呢一點係好容易被領略到嘅。所謂嘅心結鬼之牙，其實就係人唔肯放下嘅執念。當唔肯放下仇恨，佢哋就唔可以輪迴轉生。即使外人好似小鬼黑天點樣幫助佢哋睇清個真相，始終都係要佢本人願意放開呢個心結。而我自己最中意嘅咧，就係世外更加談及咗前世今生千絲萬縷嘅緣分。一個人嘅執念足以令到世界陷入一片嘅混亂。鬼之牙生咗出嚟之後，就翻唔到轉頭噶啦。只要小妹另一隻鬼角都生埋出嚟，就連世外都會受到威脅。最善良嘅人沾污咗人間嘅貪嗔痴，人類嘅劣根性都足以讓純潔嘅靈魂被污染。解唔開嘅死結，人間難化嘅怨念，一個個修補唔到嘅遺憾，有啲怨恨唔好好修補就會為禍無窮。有啲執念嘅死結，如果解唔開就難以轉世。呢啲涉及到宿命，但係啲玄妙嘅抽象概念喺電影嘅形象化之下，竟然立體鮮明，將呢啲咁複雜糾結嘅議題呈現到出嚟，足以令到電影即使有個虛構嘅時空背景嘅時候，都仲係充滿濃烈嘅本土元素。總結嚟講，香港仍然未建立起自己嘅動畫電影產業，但係今年先後有世外同埋小蟲蟲大冒險面世，實在係非常之唔容易，亦都好令人鼓舞。世外定位並唔係兒童動畫，亦都好難得。故事講述嘅人間血腥殘酷，民不聊生，盡是戰爭、饑荒同埋貧困，應該點樣去面對憤怒、創傷同埋遺憾？千年嘅風霜，千年嘅淒愴。小鬼為咗拯救小妹，記憶隨身，信守承諾，即使世道險惡，但係仍然相信善良喺世上。呢1000年，無論你去咗邊度，我都會揾到你。我應承你，我一定會揾到你。而跨越千年嘅故事，最後選擇結束喺第一次世界大戰，
威瑪共和時期嘅德國，頹垣敗瓦同新生希望並存。雖然只係短暫嘅和平，但係留下引人深思嘅注腳。好，今次時間差唔多啦。今次世愛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裏邊得到嘅星星推薦值呢，都唔低嘅喎，係有。而截至到今日2025年11月28號，世愛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呢，都唔差㗎，係有。好啦，世愛呢，除咗喺金馬獎呢拎咗最佳動畫片之外呢，仲拎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同埋最佳改編劇本喎。亦都確定咗呢，世愛呢嚟緊將會喺日本上畫喎。雖然確實日期就唔知係幾時啦，但係呢都好希望呢，世愛呢喺日本嘅票房呢都同喺香港嘅成績一樣咁好啊！有些心思，霎眼已隔空一輩子，要再等到下次。Until we meet again。啱啱聽過有世愛嘅電影宣傳歌，陳健安仔主唱嘅《如果世愛見》。浩南哥呢就放假先啦，我哋下套電影再見，拜拜。